大家好，又係我維尼姐 Step by Step 啦。最近呢幾年呢，就美股升咗唔少啦，港股呢舊年亦都大幅反彈。不過同時呢，亦都有啲朋友喺股票市場上邊呢係蝕咗好多錢嘅。咁所以其實呢，投資股票呢點都係有風險嘅。唔知你過去呢幾年呢，你買股票係賺錢定蝕錢呢？不過有一樣嘢呢，我好肯定呢，你一定有做，而且一定係有賺錢冇蝕錢嘅。嗰樣嘢呢，就係做定期存款啦。近呢幾年呢，喺加息嘅環境底下呢，就咁躺平都有息收，而且又穩陣，所以近呢幾年呢，做定期就已經成為咗香港人嘅摯愛啦。金管局最新嘅數據顯示呢，原來喺香港銀行體系入邊呢，足足係有11萬億港元啊，全部係鎖喺銀行入邊做緊定期存款嘅。呢11萬億港元呢，亦即係等於現時啊，成香港銀行體系入邊嘅總存款額入邊嘅60%金額啊，即係60%嘅錢呢係做緊定期啊。究竟係咩概念呢？嗱，如果11萬億做緊定期嘅話呢，咁以現時做定期大概一年係有年利率2-3厘計啦，即係一年乜嘢都唔做呢，香港人淨係收息呢，都已經收咗成2000幾3000億港元啦。所以呢，香港人就用實際行動話俾大家知，現金為王啊！實行將啲錢做定期躺平收息咧，就最實際啦。不過咁呢11萬億嘅定期存款呢，又唔係話全部都屬於香港人嘅，有啲呢係屬於海外嘅一啲離岸資金停泊喺香港啦。所以呢，反映咗啊，而家呢唔單止香港人中意做定期啊，海外嘅資金呢一樣係追捧緊定期存款。但係11萬億啊，全部鎖住做定期啊，係咪最聰明嘅選擇呢？到底背後又有啲咩隱憂呢？如果大家呢想繼續躺平收息嘅話呢，咁我哋下半年啊，就要留意啲乜嘢嘅事項呢？今日呢條片呢，就會同大家講下啦。香港過去20幾年裏面呢，銀行體系入邊嘅存款呢，一直呢都係年年上升嘅。去到今年4月份嘅時候呢，就已經直逼20萬億元嘅大關啦。而根據金管局嘅數據顯示呢，近呢幾年呢，做定期嘅資金呢，陸續係由港元轉咗去做美元。外幣定期對港元定期嘅比例啊，係6:4比啊，亦即係話有60%嘅存款呢係做緊外幣定期，而外幣定期呢，當然就係以美元定期為主啦，而做港元定期呢，只係唔夠40%嘅咋。呢個呢，可以話喺幾十年嚟呢，從來都冇出現過噶。點解咁多資金啊，紛紛由港元啊轉咗去美元做定期呢？最直接嘅原因呢，當然就係美元同埋港元嗰個顯著嘅息差啦。嗱，雖然呢港元同埋美元係掛鈎啊，但係兩者嘅市場利率呢並唔係完全同步嘅。嗱，近年嚟呢，美聯儲呢將呢個利率呢維持喺高位啊，所以做美元定期呢，嗰個年利率係高達成3-4厘以上㗎。相比之下呢，香港嘅銀行體系入邊嘅港元資金呢，由於非常之充裕啦，所以銀行呢就缺乏大幅加息去搶港元資金嘅動力啦，因此咧港元嘅定期存款利率咧大多數咧都係2厘息左右嘅啫。呢個咁顯著嘅利潤差別，資金當然咧就會大規模咁由港元轉去做美元嘅定期啦。第二個原因呢，就係聯繫匯率制度之下呢，令到我哋咧買美元呢基本上係冇外匯嘅風險嘅。所以呢一種高利息低匯率風險嘅特性呢，令到美元定期呢近年呢就大受追捧啦。美元定期息呢比起港元定期息呢真係吸引好多噶，而且而家呢好多銀行呢周不時推出一啲呢美元定期嘅快閃高息優惠。嗱，所謂快閃呢，即係話呢佢只係俾你做1個星期或者係1個月啦，咁但係嗰個年利率咧可以高達成10幾厘都有嘅，睇落咧真係非常之吸引啊！咁係咪即刻衝入去做美元定期呢？嗱，美住做之前呢，其實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嗰個兌換率啊，因為咧每間銀行嗰個嘅美元兌換率咧差別都可以好大嘅，所以正確嘅步驟咧就係首先 check 下個兌換率，跟住再 check 下個息率，兩樣都 check 齊晒啦，跟住先至決定喺邊間銀行嗰度做美元定期啦。嗱，我就搜集咗幾間銀行嗰個美元兌換率呢，就俾大家參考一下，大家可以 freeze 咗個畫面呢，自己慢慢去睇啦。嗱，大家見到個兌換率呢，爭好少啫，冇錯啊。如果你兌換嘅金額唔多嘅話呢，咁其實呢真係唔係爭得好遠，所以就冇乜所謂啦。但係如果你兌換嘅金額係大嘅話呢，咁最平嗰間同埋最貴嗰兩間銀行嗰個嘅差額呢，可以爭成幾千蚊㗎喎。嗱，定期存款有時我哋做成年啊，都只係賺到幾千蚊利息嘅啫。咁如果你喺個兌換率嗰度又蝕翻幾千蚊，咁咪真係白做，咁就浪費咗自己嘅時間成本啦。嗱，如果唔係一啲快閃嘅定期嘅話呢，咁現時呢各大銀行啊提供嘅美元定期嗰個利息呢，真係比起港元定期呢高成1厘以上嘅。
提供有4厘嘅美元定期存款嘅呢，我就查到有以下呢幾間銀行啦，包括富邦銀行嘅3個月嘅美元定期有4.1厘年利率，不過富邦呢就係要大額存款嘅。仲有呢一間啦 OCBC 華僑銀行啊，美元定期啊1年嘅年利率呢都有成4厘喎。仲有富庸銀行啦，美元定期1年呢有4厘嘅年利率啦，而且呢富庸銀行啊兌換美元啊喺幾間主要銀行當中呢，佢個兌換率係最抵嘅喎。至於中國建設銀行呢，美元定期1年嘅年利率啊都有啦3.9厘㗎。講完美元定期啦，咁港元定期又點呢？而家仲有冇得做呢？咁其實而家大部分銀行咧做港元定期嗰個嘅年利率咧都已經跌到咧得返2厘幾嘅咋。不過咧亦都有個別嘅銀行咧係推出一啲咧3厘以上嘅定期存款利率咧嚟到吸納新客同埋吸納新資金嘅喎。咁我就揾咗呢幾間銀行咧就有提供3厘息嘅港元定期存款嘅，包括咧就係渣打銀行啦，港元嘅1年定期啊有成3.2厘嘅年利率，仲有富邦3.1厘啦。南洋商業銀行1個月有3.48厘咧，仲有 WeLab Bank 嘅3% 嘅年利率㗎。嗱，而家咧好多中小型嘅銀行咧，尤其是係個別嘅虛擬銀行啦，佢哋咧將高息定期存款嗰個利息咧，就當作係獲取新客戶嘅成本啊。好似呢間平安數字銀行啊，新開戶口嘅話咧，存入嗰5萬蚊咧，就可以喺第一個月咧有呢個優惠年利率8厘啊。另外咧，活期存款戶口5萬蚊咧，一樣係有8厘嘅年利率，所以咧10萬蚊咧第一個月咧就可以賺到600幾蚊嘅利息啦。嗱，另一間富庸銀行咧，又係一樣好進取啊！新客戶咧一開戶口咧就可以享有頭嗰1個月啊港元定期存款啊2萬蚊咧，高達咧25厘嘅年利率，即係話咧頭1個月咧2萬蚊就已經賺到400幾蚊嘅利息噶啦。1星期港元嘅定期年利率高達6.88厘啦，咁啊仲有1個月嘅港元定期咧有3厘啦。另外中國工商銀行啦，如果經依定存開立3個月港元定期存款呢，就可以享有年利率5.88厘啊！嗱，中意做定期存款，大家最關心嘅問題，梗係究竟嚟緊嗰個息率嘅走勢會係點樣啦？正當大家以為而家都已經進入減息週期啦，好快咧定期就冇得玩噶啦，但係美國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咧 Kevin Warsh 啱啱上場，一上場咧立場就突然轉變啊！佢唔單止咧係維持住美國嘅利率咧不變啊，而且咧聯儲局更加預計咧下半年係有機會加息啊，唔係減息啊，係仲要加息啊！令到所有人都意料之外嘅。聯儲局6月份嘅新嘅點陣圖顯示呢，2026年底利率嘅預測中位數已經上調到3.8%，意味住今年唔單止唔會再減息啊，反而預期仲有最少一次加息嘅機會添。哇！如果真係有加息嘅話呢，咁定期存款嘅利率就會繼續高企，甚至進一步上升㗎咯。至於港元同埋美元嘅息差亦都會進一步拉闊。亦即係話做美元定期將會比港元定期更加吸引啊！咁大家中意做定期嘅話，可能都係好消息嚟噶，因為繼續可以躺平咁收息啊嘛！呢11萬億嘅定期存款背後有咩隱憂呢？當全香港市民都躺平賺息，結果就係全港嘅流動性都會卡住咗喺銀行嘅體系入邊。香港嘅地產啊、零售啊，甚至股市啊，因為缺乏資金嘅推動啊，就顯得冷冷清清啦。呢個就係全香港人集體做出嘅抉擇啦，反映咗香港人面對不確定性嘅時候都會選擇用最穩健嘅回報嚟到保護自己嘅財富。做定期雖然就唔能夠令到我哋發達，但起碼喺通脹底下，面對住前景嘅不明朗定期存款就可以確保我哋嘅血汗錢唔會縮水啦。大家又點睇呢個全民做定期嘅現象呢？你個人嘅資產配置入邊又有幾多錢放咗喺定期存款呢？今日就講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